宣调，耶和华安尼讲：恁着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为我的救恩已经尽，我的公义要显明。人安尼行，世间人安尼持守伊，守安息日无干犯着，禁止家己的手做歹，迄号人有福气。现在，请咱备办好咱的心。咱要做三角的祈祷。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世界一切统治的权柄，拢是伫你所掌管的。我求你来赐福美国及台湾的政府，所有的文武百官因，竟然受百姓所选任而执政的。互因拢会通尊叹上帝的这个圣旨意，希望全体百姓大家拢会通得到上帝你慈爱的保护，愿圣神来统治众人的心，互阮的国家伫上帝的公义中来生存，也通为着世界促进和平，带予人类一个安居乐业。但最近伫德州甲墨西哥的这个边界，将近有1万外人，伊对海地来这个难民，因拢真想要进入去美国，来找求更较好的这个生活环境，因为伫因的国家海地袂当得到保障，总是造就着拜登总统强烈的遣送的回国，唔准因进入美国。但当阮看到这样不幸的代志，愿只有恳求天父上帝赐落属天的智慧，予拜登的政府有拄好的这个策略，袂当将这个伤害到难民因的需要，以及
减少美国经济上所造成的这个损失。结果，这毋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，因为最近还阁有这个阿富汗的难民，要去安置好势，确实，互拜登政府真正伤脑筋。但今日阮阁一摆，要来透过这个 YouTube 网络礼拜来敬拜俄罗斯，有个主理的人民，互今仔日所有参与到这个网络礼拜乡亲兄弟姊妹，做用着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通食做上帝要赐福的这个管道。但虽然目前美国本土的这个肺炎病毒的疫情，还阁是还未结束，但入秋以后天气渐渐寒冷，嘛袂通降低这个病毒的感染。恳求主你继续保护着阮大家的健康，互阮专心来倚靠主的保护，继续做好国人这个防疫的这个责任。但现在恳求主，先来洁净罗卜的嘴，圣神也来感受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拢有一个蒙恩的一个主日，互阮诚心会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。13节，兄弟姊妹，关系死去的人，愿爱恁知，安尼恁才袂亲像遐个无望的人伫悲伤。咱既然相信耶稣死去，搁再活起来，咱嘛相信上帝会通过耶稣，带遐死去的人，甲耶稣做回来。阮照主的话甲恁讲，这项代志，就是咱遮个伫主搁再临的时，要活着的人。要比遐个已经死去的人较大声见着主，因为主本身要对天降临，天使长大声喊，上帝扫角一个响，遐会属基督已经死的人会大声告活，然后咱遮个要活着的人。会甲因受接去魂来，伫空中甲主见面，安尼咱就永远甲主做伙。所以，恁着用遮个话互相鼓励。这是上帝话，你若读甲听遐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们。好了，我要单单仰望主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站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倚靠。我要仰望耶稣，
我要仰望你的眼光，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山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骨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山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骨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山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骨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山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骨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山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骨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山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骨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山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
耶稣，因为你是我好，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，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助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好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助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好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，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助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好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助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好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，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助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好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助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好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，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
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宝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，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山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宝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。你是我的帮山，我的帮山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我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，因为你是我的活宝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，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主耶稣，仰望耶稣的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我单单来仰望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山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我要单单仰望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活宝。我要仰望主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，我要仰望主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山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宝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，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的帮山。我要单单仰望你，主耶稣，因为你是我活宝。我要仰望耶稣，我要仰望你的眼光。我要仰望耶稣，仰望耶稣的眼光。各位乡亲、时大、亲爱的友兄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有真侪基督徒，因着主耶稣要搁再来欢喜的人，毋过呢，因却真少去思想一个问题，讲主耶稣搁倒转来的目的是啥物？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主耶稣伊搁倒转来呢？敢讲主耶稣伊无完成伊的任务嘛？保罗伫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4节甲咱讲，
咱若信主耶稣对死过后，才会已经伫主耶稣内面得困的人，上帝要将因甲主耶稣做伙带倒转来。即阵个圣经才讲，毋单单只有是基督会倒转来即个地面上，现今伫天顶已经过往的即个所有信徒，因永远会做伙倒转来即个地面上。为什么呢？Why？头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互这圣徒因变搁较完全，才会当甲基督做伙来统治这个世界。所以得救是一个继续进行的这个过程，毋是当你决志的迄点，只是得个感动尔定。对真正基督徒来讲，这个过程是还未完成的。所以伫这个新约圣经内面，用着3种的这个时态来表达得救这个过程。第一项，咱已经得救了；第二，咱是拄拄得救；第三，咱将来会得到救。所以当咱的活命每一个部分恢复到上帝按照家己的形象创造咱的时，这个状态。这个过程就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。那么受造物，这个基本上拢是美好的。虽然天使甲人类拢犯了罪，背叛了上帝，也毁坏了上帝所创造的，总是上帝却要借着恢复受造物这个原始的这个状态状况来赎回因。所以圣经讲。亲像安尼，基督既然一摆被献上，担当了侪人的罪，将来要遐个听候伊的人第二摆显现，并无甲罪无关系，乃是要为着要拯救因。所以上帝伫咱的心上恢复工作的最高潮，就是要赐予咱有一个新鲜的这个身躯。无受到这个破病、衰败，还是死亡的这个影响，这是为什么？咱袂当伫天顶就得到这个新的身躯呢？这个答案其实真简单吼，因咱伫天顶根本就无需要身躯的，伫地面上才需要这个身躯啊。天顶是一个灵所徛起的所在。上帝是神，所以拜伊的必须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。那么包围伫上帝宝座的天使，也就是服役的这个灵，就称这个神。那么天顶的这个耶路撒冷，有千千万万的这个异人的灵魂，总是天顶的灵来到地面上的时阵，就需要这个身躯了。所以上帝的囝必须要经过这个刀正肉身。你捌甲我别班了身躯，圣经真清楚讲明白，伫这个地面上是所有得救者最后徛起的所在。总是这毋是咧指这个旧的地球，乃是咧指这个新的地球，就是新天新地。上帝救赎咱的这个身躯，也救赎了被严重污染、破坏这个地球。所以，坐伫宝座的讲，看，我会将一切拢总甲伊更新。咱知影主耶稣过来时，咱的得救就完成了。总是伫整个的宇宙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状态以前，上帝救赎的目的是还阁未完成的。第二项基础就是爱带领这个犹太人来归向主。犹太人都爱信耶稣，有真侪基督徒，咱就袂记这项代志。咱的救主是犹太人，伊拢袂记了，叫阮是对犹太人出来。更较凄惨的，就是讲，当古早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阵，以及这个纳粹大屠杀的这个悲剧的中间，基督徒已经为着教会历史上
反这个犹太主义，设立了建立一个错误的这个模范，因控告了犹太人杀死了主耶稣，并且宣告讲，教会已经是取代着以色列地位了。那么上帝甲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，是无条件的约。使徒保罗真清楚教示咱，上帝并无放杀犹太人，因为上帝是守约、是怜悯的上帝。虽然犹太人不时地背逆了上帝，虽然是安尼生，以色列无可能堕落到无法度来恢复这个地步，因为上帝温顺甲这个宣调是无后悔的。所以，不管有人想尽办法要来消灭这个犹太人，总是犹太人依然是存留落来。咱真歹去想象，因如何为着2000多年来无必要这个苦难，甲浪费掉因的这个机会来悲哀、痛疼。一个地球顶上较卑劣的民族，迄就是犹太民族。若是犹太民族集体来归向着主耶稣，因不但会当存留落来，并且倒转来着因的土地甲这个首都来建立因的这个国家。犹太人甲信主耶稣的这个外邦人，未来的命运拢总是共款的，因拢是借着同一位救主来得救的。那么主耶稣基督国倒转来的时，当年抓着主耶稣，才动用着几位这个士兵。毋过呢，这回为什么就爱动用着大军呢？因为主耶稣这回国倒转来，会有几百万的这个基督徒要做倒转来，咱要伫这个橄榄山的天顶，甲主耶稣基督伫遐来相会，所以咱就爱到伫遐来集合。所以大家拢就爱去斗相报，讲主耶稣基督倒转来了，而且还佫带着几百万的这个基督徒做倒转来。主耶稣要用喙中的这个话来消灭这个敌军，敌基督甲假先知将要活活甲伊带入去这个地界的内面。所以敌基督甲假先知，因是最先入去地界的两种人。所以当时地界内面是无人哦，地界原本是要为着魔鬼甲伊的使徒所备办的。这两种人会先入去，去经历着恐怖这个地界。所以伫这个系列的印象中，有真侪代志，会互咱感觉到真意外着。第一件的代志就是撒旦被锁伫一个深坑的内面。撒旦伊已经对地面就来彻底来消失去。撒旦伊无法度搁再来继续来欺骗敌国。只有一个政治的危机，世界上的政府拢总已经无存在啊。魔鬼三个化身被消灭了后，世界典型的是无政府的这个状态。那么，什么人要来统治这个世界呢？当然，这个大军已经被消灭了。总是各国还佫有真侪的活人，那么这个人并无加入迄支大军队。那么什么人要来统治因，来统治这个世界呢？答案真互人用硬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来统治，而且基督徒要甲主耶稣来做伙来统治，最后活伫地面上来做王1000年。主耶稣佫再来的时阵。主耶稣会来做王1000年，而且咱要甲主耶稣基督做伙来做王的。那么大多数的基督徒拢无有想到，如果因伫主耶稣过来以前就死去的人，将来会过甲主耶稣做伙倒转来这地面上，搁再活一遍。当然，到时阵会搁有需要一个身躯的。那么咱住伫天顶的时阵，就无需要身躯；做者住伫这个地面上的时阵，咱就需要一个身躯了。所以当咱重新倒转来地面上的时阵，咱才需要一个国外这个新的身躯。
一个主要说迄款的荣耀的身躯，因为咱是重新倒转来带伫即个所在。只有咱这样跟对主要所的人，伫死后才会通倒转来即个地面上，搁再活一遍。到时阵，主要所需要有即个可靠的人来管理银行的钱，需要有忠心的人来管理十座城。主要所讲到这个话，拢是当作是真正的。主要说，伊要透动来治理这个世界，而且伊要使用你甲我来协助伊的这个治理。所以将来所有的这个媒体，包括电视、广播、新闻，拢要掌握着这个基督徒的手中。所以，这款的理想的境界，并不是不可能的哦，将来一定会临到的。所以，咱会有1000年的和平的这个岁月。这国无要举刀去攻击迄国，人民也无搁再去学习这个战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伊要将刀拍做犁头，将枪甲拍做镰仔刀。这句话就刻伫联合国纽约的总部外面的石头顶悬，所以真可惜，因袂记咧顶半句。顶半句就是讲，上帝伫世间最王的时，必定要伫多国的百姓中断定是非，因要将刀拍做犁头，世界和平必然临到。这定伫等待最后所过来，到时伊要做王，你要甲伊来做王，所以咱现在得爱赶紧来受训才好。到时阵最后说，伊会找政治忠心可靠的人，因为最后说，伊会来做王。而这约翰伫这异象的中间，伊看到做伙做王的这个圣徒的中间，有为着主来顺道的基督徒，遐为着主来丧失性命的人，如今要掌权来统治这个大权，捌互这个世界统治者来拒绝的人，今仔日要成做基督神圣的这个统治者，情况会彻底这扭转过来。那请咱来想象一下，遐个伫初代教会因的这基督徒，受到当时罗马政府的威胁，甲他杀死，将来有一日要变换这个地位，因要坐伫这个罗马政府的位置顶悬，将来彼得多要徛伫最后所的面前来受审判。这个好顶大的这个翻转啊！所以俗话讲，10年好东，10年好西。基督徒无搁再是被批评的这个少数族群了，乃是统管一切这个政府。如果咱今仔日连教会都无法度管理好势，那么将来最后说会对咱讲什么呢？所以咱就爱赶紧将家己训练好势。约翰伫这个圣徒的中间，看到一群顺道者，因当初为了主要所来丧失性命，如今却是要掌权统治这个大权。因捌经历着无公平这个待遇，如今要力求公平甲人民。这当然表示主要所搁再来的时阵，这个世人拢会搁再活起来。圣经顶面讲，这是第一摆的这个果啊，第一摆果啊人是得胜的人，并且继续主要所基督忠心的人，因会对四果啊，甲主要所基督做伙坐伫这个宝座的顶悬。我想只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来解释，讲主要所为什么要搁再来？这个就是主要说，伊要倒转来地面上来做王，伊要将这个世界带回这个正路，永永远远来证明，伫上帝正确的统治的下面，世界要变更较好势。所以我要甲亲爱兄弟姊妹讲，恁应该在每一日迫切的祈祷讲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亲像伫天。这个就是上帝所欢喜的这个祈祷。伫启示录21章的第3节讲，
我听见大声音对宝座出来讲：看，上帝宝庇伫人的中间，伊要甲人来同店，因为做伊的百姓，上帝要亲自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阿免。回应诗歌，有甲声已经分享了。启示录第11章的15节，伊讲第7位天使分互角，天顶就大声音讲：世间的国成了，我的主甲主耶稣基督就讲，伊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包围城墙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把咱着向前，包围城墙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的军队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的军队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好谢兄弟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好谢兄弟。向前，包围城墙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咱着向前，包围城墙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好谢兄弟。我感谢兄弟的世感谢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好谢兄弟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好谢兄弟。乃是咱的大元帅，咱着向前，包围城墙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的军队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好谢兄弟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百姓。我感谢本用的世感谢，好谢兄弟。包围城墙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咱着向前，包围城墙，主耶稣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发出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
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主地调制属伊的美食，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好社乡居，福甲社乡居比世安详，主地调制属伊的美食，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好社乡居。只属伊的美食，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好社乡居。咱着向前，到位写手，主要所乃是咱的大元帅。咱着向前，到位写手，主要所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命令，得调集的军队，我主命令。得调集伊的军队，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美食，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好社乡居。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美食，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好社乡居。咱着向前，到位写手，主要所乃是咱的大元帅。咱着向前，到位写手，主要所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，我主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美食，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好社乡居。福甲社乡居比世安详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美食，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好社乡居。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美食，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好社乡居。到位写手，主要所乃是咱的大元帅。咱着向前，到位写手，主要所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命令，得调集的军队，我主命令，得调集伊的军队。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美食，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好社乡居。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主得调集属伊的美食，福甲社分享比世安详，好社乡居。咱着向前，到位写手，主要所乃是咱的大元帅。咱着向前，到位写手，主要所乃是咱的大元帅。我主命令，得调集
在调节上帝的分析，我感谢能用一切我家用我感谢用一切主在调节上帝的分析，我感谢不用一切我家用我感谢不用一切主在调节上帝的分析，我感谢不用一切我家用这条请咱红糖心阿头三界的祈祷。亲阿爸，悲伤的阮感谢你。今日阮对圣经帖撒罗尼迦第4章13节到18节，所来思想，主耶稣为什么要搁再来？伫今日的事情中间，阮知影，只有一个充分的理由通解释。主耶稣为什么要搁再来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伊要来倒转来地面上来做王，伊要将这个世界带到这个正路，因永远来证明着，伫上帝正来统治的下面，世界要变更较好势。所以我要甲亲爱孩子姊妹讲，你就应该按逐日会迫切的祈祷。啊，上帝讲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伫正，咱亲像伫天意。这才是上帝所欢喜的祈祷。啊，圣经启示录2章第30嘛有记载讲，我有听见大声音对宝座出来讲，看，上帝布庇伫人的中间，伊要甲人来同定，伊要做伊的百姓。上帝要亲自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哦，亲爱阿爸，爸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才着将先知说了这个宝贵的话语，来指点阮，来倒转去归向伫主你。因为你是阮闪避的所在，当阮惊吓的时，我要来倚靠你。你要用到得救的乐歌。四面来包围着阮，所以阮通宣告讲，软弱的要变作刚强，爽向的要变作富足。伫这个末日，阮就更加爱谨慎来祈祷，更加不断来宣扬天国的福音，并且陪伴我家己来听候主耶稣基督的搁再来的日子。啊，阮同心的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。阿们。但这条罗牧师要甲恁祝祷，愿天父上帝做个较灵敏，最后所基督恩典，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记做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乡亲时代，兄弟姊妹，咱今日的网络礼拜到这就要告一段落。望后回咱同一个时间，要伫空中三甲来见面。愿上帝所保护你，合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祝万百姓做好事，甲因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求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你。
着去借万百姓做下先，甲伊行，说咧几遍上路，着甲因遵